米粉乌康加入糖、油、含水，烂成面团了后，搁加咸薯、金枣、黄梨做成的料包入去，然后用模固定型。一块传统的水果饼就安尼做好啊！因空西式有打饼文化，这间饼店师傅特别来教大小朋友制作水果饼，嘛互因认捌这项文化。即摆囡仔已经大部分拢毋知影这个文化，所以若有这个推广的话，当然对了解咱进前的文化是一个足好的活动。相传打饼是过去村民为着要祈求厝内会当添丁，大家烧酒来向众神下愿。落尾行愿的时阵，因仔的父母会打饼头，兼穿一套因仔全新的衫仔裤鞋仔来感谢众神保庇。主要就是要互迄个神明会当搁保庇这个细汉囡仔会当平安的大汉，然后后来甲这个饼去油加。然后甲这个饼分互厝边头尾，亲朋好友，主要就是要甲伊的福气分互大个人。尾阮阁研发讲，这块是芒果的，这块就是黄梨甲金枣，这块是酸啊，真正拢是内底拢用青的酸啊落去做，阁有迄个酸啊干，这块呢就是六神花。内底是有六神花，阁有梅啊，阁蔓越莓3种融合。这是若生祖囝，大部分的人拢会做这红色的，感觉讲安尼较喜气。这间活动除了制作教学，阁有水果饼文化历史的介绍，甲水果饼相关的25个台语词类。台南基本款协会除了希望让在地文化向下定进，嘛会当甲本土语言，让3、4岁囡仔自然的讲出嘴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